进行的是盘花献祝福。我们接下来进行呢，比重第首跟仪式，大家能记得盘法听日的南铺6对他家中有讲选民的时间啦，讲审查的时间，拢会共同的共赏一个花卉形式，伊主要的发出来都是取自客家族，这个前面的音呢就有种的啊，含烧法啦、叶黑法啦、玉兰法啦，还是那个心灯法啊，都是南部客家一个盘法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特色。我们今天呢，特别以客家香花的花材制作了2个，有看到吗？这个爱心的花架用来的各位品同心意呢，都可以插上来的一个香花。特别感谢祥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特别赞助了20份的这个新人的摸彩礼品。最大奖是 iPad、液晶电视，还有扫地机器人。等一下新人插完花之后呢，就可以顺手呢抽了一个奖项回去，看一看自己的手气怎么样哦。首先我们邀请第1排新人，请插上香花。来看看你们插的美不美了哈。好，请你拿一个法呢？玫瑰花，玫瑰象征永恒的爱情。同样连盘花的做一个夹它吧无 Q 用的呈现哦。好，你而家差不多来一法等下都听它贴上的就会贴到对。好，对，我们插完香花之后呢，就顺手抽了一个摸彩的礼品，试试看你们的手气。接下来邀请第2排新人，请出列。也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这个祥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赞助的摸彩品，谢谢。好，这个插花就讲求美感看看你这朵花插进去会不会显得特别的奇怪？看来是不会。好，每一对形影呢跟因子挑选这个香花的花材到底呢它要落在哪一个方位啊？人家拍照起来的时候特别的美丽动人。OK， 我们插完花之后呢，记得抽出专属你们的摸彩品，总共有20份，20对新人人人有奖。但是呢，奖除多的嘛个奖唔抵啦一定这个能抵啦。好，接下来邀请我们第3排新人，请出列。客家盘花，其实呢，里面蛮有唱的在我们全台湾非常知名的客家盘花老师徐老师来到现场呢，为大家进行这个盘花呢要怎么样示范给大家看。它后方呢也有 DIY 区，等下有用些朋友都可以到来的一样提底度来徐老师呢今天有提他家呢，有讲他家叫我来插盘花好，第4排新人请出列。好，大家插花的时候呢，可以记得我们的屁股不要面向观众对，侧面插。然后家人呢可以帮你捕捉这个美美的时刻，哇，对，边插花边拍照，谢谢。来部位的时候记得来抽我们的摸彩品哦。好，亚麻的我们的新人呢已经完成了我们2颗爱心，心心相印。油呛
亮的哈。来这个主音秘书廖玉佩主秘，以及俺的主音笔眼永续卡主秘，来到舞台前面呢，来同树风一样的卡卡熊发哈，插班体验俺的心情的这个花架上，为新人献上祝福。来，我们邀请主任秘书及主委。好，来，我们找个位置，边插花边拍照，掌声鼓励。当下主音秘书团主笔的给俺前进的天空祝福。这两颗爱心呢，除了有满满的祝福之外呢，也象征着每对新人永结同心，心心相印。来，我们来张大合照，工作人员递上手拿板。来，俺的树后呢，拿顿果中一样哦，平常也准备一个手拿板。好，来。如果你发现好像看不到镜头挡到你的话，还可以自己找位置哈。好，来看前方的镜头，准备好了哈。来看前面镜头，来3、2、1，再一张，3、2、1。好，大家把你们目光看向你们的左手边，左手边有很多的家人了哈，他们有手拿的相机，大家的左手边来，3、2、1，再看向大家的右手边，俺的都卡你那边了哈，来3、2、1，有没有哪边要补镜头的部分 ？OK 哈，谢谢谢谢。哦，脱口罩，哦对对，刚刚是戴口罩的，是不是？啊，其实我们拍照可以脱口罩，没问题，带一张有脱口罩的哈。来看前面镜头，3、2、1。再一百感谢俺的主音秘书，俺的主音笔眼，来邀请两位贵宾请回座。